11歲嘅小慈住喺陝西嘅貧困農村，雖然飽嘗傷病，但係佢積極面對人生。佢哋就地取材，攞啲泥咧就已經自己做好多小玩意，唔單止係精緻，原來佢都做得好有意思嘅。佢呢度係寫住人只能活一生。為什麼會寫人只能活一生？這是我說的就是這樣，這些生命。人窮志不窮，小慈爸爸回想當年自己千辛萬苦考上大學，但係就係俾唔起千幾蚊嘅學費而被迫放棄。唔想悲劇延續，幫佢哋改變命運，為孩子製造少年，請參加培幼會每月220蚊助養兒童計劃。全愛全心 pass it on。其實人邊度會冇理想㗎？佢自己有嘅，擺晒喺心裏邊。14歲嘅小紅雙腳長期患病，令佢無法站立，上落床都要靠媽媽孭。即係呢個媽媽對佢整個家庭，佢對仔女一啲都冇放棄過。生活有時會令人淡忘理想，但係越艱難，佢哋反而越堅強。我好多時譬如我鏡頭前我嘅淚水，我唔係因為戥佢哋慘而喊，而係我俾佢哋嗰種堅毅而去感動咗，幫佢哋改變命運。請參加培幼會每月220蚊助養兒童計劃。全愛全心 pass it on。小南同爺爺嫲嫲住喺極之偏遠嘅陝西山區，每日揾水揾食，擔起家務。我哋隨手可得，佢哋就要千辛萬苦先可以得到。係似係可能係落雨定點樣去積落嘅一池水咯。其實再不已經係到啲泥嘅，我真係好難想象呢啲水係攞嚟用。佢唔識寫字，慢慢都唔識講嘢。每日睇天做人，冇機會讀書，幾乎連講嘢嘅機會都冇。生存嘅重擔磨滅人嘅意志，但係咪就要認命呢？幫佢哋改變命運，請參加培幼會每月220蚊助養兒童計劃。全愛全心 pass it on。